不管你这个拜六投票日你要投给啥人，拢爱去投票，这是自由民主国家才会当有的。也讲到这个拜六的投票日呢，也有一定对香港移民来到台湾的香港人，那总有摕到台湾身份证的，这届也会当投票。因就是当初经过着反送中运动，看破中国一国两制来到台湾要重新过日子的。因讲台湾人会当投票选总统，来决定家己未来，这是一个真宝贵权利。拜六就是总统大选投票日，这外国媒体拢真关心。尤其前总统马英九随被接受德国之声专访，讲到两岸议题，伊认为台湾无应该用武力方式来应对两岸关系，爱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。伊的言论引起真侪讨论。含台湾有30年渊源，已经对香港移民来台湾的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表示，听到这话是感觉真担忧。香港情况现在是人权、法治非常堕落，经济也是沉沦。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，就好像自己的原乡完全消灭掉，而且我也不知道哪个时候才能回去。那台湾要不要走上这一条的不归路？这个是台湾生死的抉择。所以我觉得，当这个国家的领袖应该要拿出这个魄力，要跟中国说不。双普认为，台湾有民主的选举会当决定家己的未来。伊无希望台湾嘛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悲剧。伊讲有侪香港人拢是看破中国承诺的一国两制，才移民来台湾，受到民主的保护，重新过生活。另外，今年嘛有一阵头一届参与投票的香港人，亲像1990年伫香港出世的邝俊明，都是经历过反送中了后移民来台湾。伊嘛摕到咱的身份证，正做这届另外一款的头一届投票的族群。对于中国的想法，他们透过一些这样的文化的包装，或是一些比较所谓的潮流的包装，会让他们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无害。可是，当大家对于中国的警戒心因为这样一直在放下，慢慢的放下，降低的时候，像如果我们在提出要抗中保台，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刺耳。这是我们作为香港有经历过香港统治的过来人来说，是认为台湾社会很需要面对的一个危机。邝俊明嘛提出家己的观察，认为台湾人着对中国各种文化包装影音传播爱搁较没切咧。伊指出，中国用这寡看起来和政治无关系的物件在渗透台湾，毋望降低少年家对中国的戒心。伊认为这是台湾上大的危机。伊嘛毋望透过政治参与，会当互台湾的民主政治听到来自香港的警示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